歡迎大家收睇 Alumni G 國際學校新聞系列第4集。今個禮拜咧，同大家講下一啲同國際學校有關嘅新 policy 啊。如果你嘅仔女係讀緊 Year 10而有興趣讀歷史嘅，就要快啲留意啦。IB 歷史科會喺26年8月正式啟用新課程，而28年呢就係首屆嘅考試嘅。新課程係圍繞4大核心：因果關係、連續與變化、觀點視覺同埋歷史意義。意味住呢課程係會變得更加接地氣嘅。新加入嘅配對案例研究 （Pair Case Studies） 容許學校係用香港本地史啦、亞洲嘅案例，考試同埋 assessment 咧都係會改晒噶啦。學校會有新嘅教科書、教學策略。我哋建議家長咧快啲同學校溝通，直接影響到選科同埋升大學噶。教育局啱啱喺1月就發布私立學校實務守則。會用嚟咧巡查同埋評核私立學校重要嘅標準㗎，呢個係包括咗國際學校同埋本地嘅私校㗎。內容係涵括財務管理、資訊透明度、教職員聘請同埋保障學生嘅措施，亦都係今年公布一份私立學校名冊，列出咧遵守規矩嘅學校，方便家長揀校時多咗一層保障，清楚了解學費啦、校政咧有冇跟足規矩㗎。26-27學年國際學校嘅學費係幾時出㗎？教育局就推咗個4個月規則，即係要加學費嘅學校咧，必須提前最少4個月向教育局提出財務證明、家長溝通記錄等正式批咧，先至可以公佈㗎。例如8月開學嘅 ESF， 通常咧係3月4月咧就會出新嘅價錢啦。喺25-26學年，佢平均嘅加幅係4.8%，Year 1到 Year 6由132500加到去139000蚊嘅。咁經常咧，大家家長要 check 下學校嘅官網啦、email 啦，提早咧做個 budget 噶啦。香港施政報告提出，26-27學年起，本地資助大學同埋自資嘅課程，非本地生嘅上限由原本嘅40% 就會升到去50% 嘅。政府就話增加宿舍啦、設施，吸引海外內地人才，校園會變得更加國際化，英文環境就更加濃厚。國際學校嘅家長，你哋會唔會因為呢啲改變，重新考慮小朋友到底係留喺香港啊，定係喺海外升大學呢？鍾意呢啲實用資訊嘅家長們，一齊 like 同埋 share 啦 ！Subscribe Alumni G， 加入我哋嘅國際學校新聞資訊圈，每週更新最新升學動態。下次見。